哎，好，好了。所以，民国95年8月19日晚上，英国晚会表演结束后，我还先空翻了，还很有勇气。台湾单手滚弯，单手分。从是在那边弯一脚，再碰他的肩膀，再碰肩膀，膝盖碰肩膀。辛苦了啊！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哦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